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嘅阿明哥刘浩明。睇我哋台湾早期嘅一啲社會輔助嘅那種地位，神明線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社會組織。神明線一直以來都注意到我哋神明嘅價值，還有我哋倫理嘅觀念。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我哋屏東縣神明線協會，一直以來都希望講可以推動我哋社會嘅福祉，還有我哋人類嘅尊嚴。佢當然要推廣我哋志工喺啲地位扮演最重要嘅角色。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屏東縣神明線協會嘅總幹事李瑞蘭總幹事，同時還有我哋志工吳思雄太哥來到我現場，我哋馬上歡迎來到我哋現場，歡迎我們的瑞蘭總幹事。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我是李瑞蘭，來自屏東。好，同時呢，今日的志工吳思雄吳太哥來到現場，思雄太哥你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萬萬鄉嘅吳思雄，今日個歡喜來到一齊參加一個節目。好，歡迎兩位來到我哋嘅現場哈，因為今日我哋提講神明線哈，同我哋張老師來講話，其實我哋個早期。我哋嘅社會地位如果有談到嘅最重要的一個社會輔助的一個體系啦。那一開始的時候，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瑞蘭大姐，好，其實是我們的總幹事啊，不好意思，我就直接叫你瑞蘭大姐了哈。請問一下，生命線當時的一個成立的宗旨跟他的一個想法是什麼？當初他們是基於尊重生命的這種精神，然後對於企圖要自殺、心靈受創、意志消沉的人，我們要給予協談跟協助，然後讓他們重新燃燒那種生命作為宗旨。那我們當初呢是想說，如果我們能夠辦理那種專業訓練的課程，來協助我們社區能夠建造一個幸福友善的環境，然後提升他們自我照顧跟心理健康的職能，我想也可以讓我們來幫助社會邁向一個社會健康快樂的人生，這是我們的一個使命。那生命線它主要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廣泛的去招一些社會有熱心服務的人士，我們來共同推廣那一種社區的關懷，社會的一個關懷，然後呢實踐我們整個以人就是服務為目的的主要宗旨。那我們還是要覺得說，我們要以終身教育為目標，然後我們在我們每個為了依據我們志工的個人需求，我們會在每個階段發展他各備的一個職能，然後我們才能夠共同擴大我們的服務，這是我們主要的目標。頭先談到人哋雖然我哋總幹事講嘅時間吼，我發現到講，健康我哋講促進我哋呢社區嘅心理嘅健康啦，同時促進我哋志工嘅一個專業嘅職能。更加談向來，其實各種多嘅組織嚟做過同樣嘅一個活動，但是他講要先想過，差唔多睇阿明哥我哋讀書嘅時間，差唔多30年前讀大學嘅時間，嗰時間其實神明線都已經有嘅。當初像我哋嘅瑞蘭總幹事已經講嘅，當初神明線係很少數晚上有在接電話的一個組織，因為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常常會知道說啊，要去張老師，要去生命線，哦，到生命線就要值班，尤其要值夜班，夜班是最怕的時候，因為有很多人在很低落的時候，都會在夜班的時候接到電話，然後你要馬上去處理他的情緒之外，你那個時候還要處理警察，就叫警察看能不能到現在去，沒有錯。尤其喺天愛人過早期冇安多我講心理輔導一個單位的時候，其實生命線在早期的一個社會裡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那思雄太哥呢？當初怎麼會揀呢個人生命線？一個民國102年的9月吧。嚟對一個電視台嘅電視廣告，看到一個屏東神明線嘅招募志工啊！我當時間呢，睇一個2000用民院一個社工室做輔導員，咁樣到我所學嘅啦，個職務嘅工作嘅經驗啊，同一個志工有性質有18相近，可是我都可以利用安布台嘅時間呢，去接電話服務台中，我都報名。
经过面试受训实习都喺102年的一年正式上线做志工，到今日都好满10年。可是师兄太过以前本来就啱沙工嘿可是但是伊想讲，嗰种下班以后还有一啲时间可以去做一项嘅生命线的一啲接天发的一啲志工。那我请问一下瑞兰总干事那刚刚因为师兄大哥他本身是志工嘛，他本身是社工，然后后来他是利用下班的时候来当志工。那您呢？您为什么会来接总干事？我也是从志工开始，在民国95年，因为94年我退休，然后95年进生命线，那在一个机缘，理事长就请我接这个总干事的任务，那我也面临这个挑战，没想到还可以去承受。那以目前屏东县生命线来说的话，它有跟哪一些单位做过合作呢？我们跟公部门、新卫部，我们大部分都跟新卫部，不然你就找长照中心、辅具中心，跟家庭教育合作中心，我们积极完成有效的自杀防治的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跟卫生局一直都有在合作的，他们很多的心理的咨商有问题就转接到生命线来。那其实这一种是我们如果未来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想说有机会能够配合总会生命线总会，能够接他们的那种青少年网络协谈工作，我很想也跟他们做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只是跟公部门一些中心来做。我相信一部分我的观众朋友谈到呀，我想讲你的中非屯地方的分会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屏东县生命线嘛，那等于是说，其实各个县市都有自己独立的生命线嘛？对对，都有。然后各自是各自的一个协会在组织来运作就对了。对对。然后它是上面隶属于总会吗？还是说其实大家只是一个在互相伙伴的一个关系呢？没有，我们还是隶属于总会，只是我们不是属于它的一个机构，是，只是隶属于它。那我们还是要自己独立经营，完全不一样。那经费也不是他供给，我们要自己筹措，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困难的。是，这是你们真的是很伟大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你这个对职工会是做周边的一个总干事，那从师兄太讲咯，像这个边开始去接天花以后，那你讲其实有时做沙工同真的接天花，迄两回事。其实是开始接天花是要紧张。难免啦，因为你做是的一个工作，或者在14倍时间，真是有时候慢慢的就会一个适应的。不过不是会用一个沙工的一个理论想法来运用一个协谈的时间的方式。咁一般来讲，更加以屏东人来讲啦，好吧一般来屏东人咧，以更加嘅情形来讲，會很樣嘅一種問題嗰度不打地方引起嘅。其實一個我哋不是接到嘅大部分嗰度一個情緒個冇嘅情緒障礙人嗰度啦，一定會打電話入來，我哋咧職工都會傾聽一定講嘅，我有聽到幾個一個人同我講，一定打入來，我哋傾聽與抒發一個情緒以後，一定有感覺療癒的效果。所以一定更好打電話入來。但是至少還有一個窗口啦，好，至少我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發洩的窗口，或者是至少讓我知道說有一個單位，他都會有人聽我的話。因為其實一個心理的支持是我們所謂的解決問題一個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因為有時候很多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你聽他講，把話講完之後，他自己都知道答案是什麼。那剛剛我們的師兄大概有聽到，就是說，我們有一般所謂的電話的諮詢嘛。那以屏東縣生命線來說的話，它還有哪些服務啊？我們服務很多，
比如说监狱啊、看守所的生命教育、心理净化课程，还有团体辅导，还有就是我们去有时候有个别辅导。那因为疫情，我们就暂时禁嘛，就没有去。然后我们的面谈还是蛮多的，面谈里面其实我们的效果很好，因为屏东县是目前全国唯一只有我们做，就是儿童心理衡鉴。儿童心理衡鉴跟生涯规划，很多大学生啊、外县市的儿童会来请教我们会帮他做。然后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外，你们一定会觉得说，你们做那么多，那我感觉最成功的地方，除了衡鉴、面谈，也是效果非常好。那我们在目前知名度也慢慢的推开，那我们已经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线活动成功，我也可以在这边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最主要成功的原因，第一个，发挥团队精神；第二个，我们志工的素质以及服务品质跟专业职能提升，还有我们服务个案的效益很棒，这就是我们成功的地方。所以说，听总干事这样的一个描述，等于说不仅是我们在服务的品质上面得到了提升，同时在我们的志工的一个训练里面，其实他也是与日俱增的在去练习自己的一个专业。那一部分的想问一下师兄太过，因为头头啊人呢，虽然总干事已经讲到讲，平常啊字我哋嘛会监狱个啦、看守所啦，伊的天数，佢一般来讲，去监狱嘅係做乜嘅事情？大部分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上课。乜嘢生命教育的上课？一旦适合起来啊，适合起来的时间啊，等我提讲一些生命价值的一种意义，因为讲人生改美好啊，希望将来出去一个落败的时间呢，去把握一个生命的美好呢，继续下落来，还要有个别的辅导，一旦监狱的我同他们讲啊，有些单独的去做一个个别辅导。古时候呢，谈好了等于讲，屏东县什么样县协会其实伊做的事情唔单是家庭化，其实有卖几多人，还有几多面向的一种服务。有些下我哋行嘅就卖几多个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档节目来自我哋屏东县生命线协会嘅李淑兰总干事，同时还有吴师兄志工来到嚟现场，同来分享讲屏东县生命线协会以当初成立的过程。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总干事，因为你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以屏东来说的话，像有几件事情是你自己觉得很骄傲的，包括第一个就是儿童的心理衡鉴，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面谈。那你是不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大概再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屏东县的心理衡鉴算是我们的首创，甚至让你觉得很骄傲呢？因为全国几个县市协会，他们没有做这一项服务。那因为我们刚好有这样的一个专业老师，所以我们就由我们专业老师来做这一项。那因为它也关系到，比如说过动儿我们也做很多，就是由这个老师来做。那面谈的部分是这样哈，以我接的个案来讲，我曾经接了一个恐怖情人的个案。当时他临时来，那来的时候呢，我们志工也当然没有接过嘛，他会很紧张。我亲自上阵，那我就了解他的问题，他为什么恐怖情人，他在害怕什么？当他处事问题问了以后呢，第一个我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家人都不知道。第二个，他的家庭支持太小，
他没有家庭支持嘛，他的力量不够。那我就跟他讲，不要害怕，你要告诉你的家人，让他来协助你。他说啊，万一他杀我怎么办？他要跟他供那个嘛。那我就跟他讲，没有关系，我愿意帮助你。那我就教他，我就提供他，让他自己去做。我说，我就球丢给他，你想不想告诉你的老公，他就是你最大的支柱？你不要最后再告诉他哦，你要第一个告诉他。结果他就听我的话，他真的告诉她老公。结果老公了不起，这个老公非常棒，他就跟他说：“你告诉我，我愿意帮助你，我就是给你最大的力量。”结果这个老公就说：“我希望我的儿子不能没有妈妈，我希望你回到这个温暖的家，我愿意给你机会。”终于摆脱了这个恐怖情人，所以这样的一个面谈当中，给我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帮助了很多人。所以面谈其实靠实务经验，很多心理学我们是可以用理论，但是实务经验不能少。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啦。感受。这样听起来，其实，在面谈里面，其实要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环境哈。因为可能常常我因为讲，面对面讲法一件事情，其实对广东人来讲，係一個幾強嘅一個行業。比如有的人講，這天花講也可以同講哦哈，然後但是下線的話同講，但是面對面講法嘅時候，有的人會講，好，因為其實面對面要解決的事情，其實是非常的立即。对，然後甚至是你可能要馬上去處理那個情緒。但是面對面的溝通有個好處，就是說對方的狀況其實是你馬上就可以觀察得到，他的情緒、他的目前的一個想法，甚至他的行為的觀察，可以透過面對面的溝通。所以說，其實真的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成長的機會。可是我剛剛一直有個問題，就是說，因為其實像兒童的心理橫健的話，因為我們常會覺得說，那不是帶到醫院裡面去做就可以了嘛？為什麼現在生命性要做這樣子的兒童心理橫健？比如說在學校，那老師如果不太了解，他第一個都會先交到醫院，那我們這裡是先幫他做一些預防，不一定要先到醫院啊。結果我們那個老師，他對這方面，我覺得他處理得相當不錯。所以有很多外縣的會來呢。因為是這樣子，其實就我自己的了解來看的話，是其實有時候你學校老師發現小朋友的有個狀況的時候，再去轉到醫院的時候，因為其實通常這個時間花費了很久，而且有時候只要到醫院之後，發現他根本也不算是。又會被退回來，對，因為其實有很多的學校，就是說，假如說今天他有這個小朋友可能是需要注意的，他們就可以去申請所謂的特殊教育的老師，看是進班，或者是轉到所謂的資源班去。可是這一中間，我曾經聽過，就是幾乎是要2-3個月。可是這2-3個月對於小朋友來說，他可能沒有辦法等，或者是對於家長來說，他可能是希望說能夠趕快去知道說這個狀況到底是能夠改善，對，沒有錯。所以說我想其實這等於是你們填補了這中間的一個灰色的一個時間的一個地帶。那思想太過，因為頭先我哋那個中觀師已經有講面談的一個部分嘛。咁你講因為這個問題係沙共，沙共真是同人講心理諮商一件事情，有些過槍，有些唔到槍，因為你的沙共面臨的問題其實過出價，不是你有時間係指引入去，然後嘅事情，但是對心理諮商來講，我發現這個要求嘅東西如果冇共用，可是你幾時喺學習嘅時間有嗰種衝突嘅時間？有，因為一個心理諮商呢，如果講一個心理療癒嘅問題，一個要花幾長嘅時間來提會談啊呢講。但是做社工呢，都頭頭講到嘅，就是講用任務嘅導向，即係有乜個問題，我哋都來解決。比如講騙人，我哋醫院嚟騙人啊，乜個有乜個問題，醫生講啊，我哋都就住啊家屬啊，騙人嘅家屬來講到同一個事情解決。但是睇一個心理諮商呢，
伊要去改创的时间，因为有时间伊可能在心地有许多伤害啊嘛的，我慢慢的一些提补上来，一个时间，可以改创的时间。咁安尼把佢接咗嘅個案裏邊，你即係有印象幾深？我有幾個一個10年來，我接咗有幾個，像有一擺，幾多年前有一擺，安布頭，我能接到伊的天花，一個人講伊在海邊，啊心情改唔好，有透露一個刺殺的意圖。我哋接到天花以後，佢接天花同時呢都金人嘅，我伊提，我哋都聯絡也一人嘅警察嘅保安中心，一人一個保安中心談到呢，伊都透過一個電話定位系統，追蹤一個天花，結果發現到一個天花呢對邦寮嘅海邊來，伊就派警察去。真是在海邊尋到一個人，不過佢處理嘅都講，佢有個安尼，一個人唔承認有刺殺的意圖，伊哋同警察嚟講，我當底下休息，我冇咩，不過警察哋也係勸伊離開一個海邊，也係事情都也蠻解決，一個伊哋。也是其中的一個，另外一個有一擺接到都，也打電話人來講呢，伊已經吞了60粒的安眠藥，我哋談到搶開通知一個救護中心去，而且用一個天花查到一個處置，尋到一個人，吞一個人送醫院的急診。佢不幸中嘅太冇發生乜嘅遺憾嘅事情啦，也係一個影響改成嘅事情。我常常會覺得說，假如人在最後的時候還願意伸出手，那誰去接那個手的人？我覺得其實這就是我們到所謂的社會輔助系統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系統。可是問題是，要去當那個伸出手去接住的那個人，其實也不容易。那我想請問一下總幹事，因為其實從很多的管道裡面都可以知道說是生命線在徵志工，可是志工的來源都很多不同的來源啊，不像是赤雄大哥還算是社工系統，還算是有一點接近。那可能有一些是老師啊，或者是有些是家庭主婦啊。那來到生命線的一個協會之後，他首先會受到怎樣的訓練？我們一定要受基本訓練跟特殊訓練，大概總共連實習跟見習大概要120個小時，我們才能夠頒發結業證書。那我們在對這個培訓的當中，我們有些面試，然後對於選才、育才、用才跟留才，我們還是有一個運作機制跟完善的志工辦法。是，然後符合我們志工的一個個人需求，然後盡量就是滿足，然後我們要給他一個成長嘛，那我們滿足整個團隊的一個使命跟願景。那問題是你剛剛一直在提到，就是說有關於志工的一個特性。那你的意思是說，像有一些即使是結訓完的志工，他不見得是會接電話嗎？還是說他會直接去外面做所謂的生命教育的一個課程呢？沒有，我們幾乎都要，全部都要，你才可以拿到那一份結業證書。是，因為你沒有實習，沒有見習，我們不給的，結業證書不頒的，表示你還是沒有結業啊。那他們要去接線。我們剛開始實習的時候是有資深或者是督導陪伴，然後再給他們做一些個案的討論。我們是給他做團輔啦、個輔啦，然後整個完成了，我們再根據他上課的結業的時數夠不夠，不夠我們還是不給，還是要篩。
我们是在晒。那屏东生命线的志工素质是相当不错的，几乎都是军公教退休，那甚至还有教授退休都来，好，所以屏东生命线算是还阵容蛮坚强。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假如说我们每一期的一个志工的招募，其实这样子，算是培育下来，然后但是经过真正的重重的筛选之后，其实留下来的大概也不多吧？不会很多。其实，在留才的这个部分，我是有志工管理班的，我们是有规定的，是，就是一年大概要几个小时，我们都有规定。那你的时数如果不超过半，我们不续聘。是。嗰種談行來嘅話，你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咧屏東人什麼樣先下啲地方，而對於志工嘅要求唔講係訓練冇培訓，嘛佢留下來嘅部分要有個人嘅呢個規定。有時下我哋行嘅嘛有個多國際賽故事。访问过来，福起来嘅。上个节目，我哋屏東縣什麼樣先協會嘅李水蘭總幹事，還有我哋吳師兄志工，同人講一定發生了一啲影響佢層面的事情。那這部分哈，我想再請問一下我們的總幹事，因為其實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其實你們跟很多的公部門有合作嘛。那其實我知道說，其實生命線協會其實一直很積極在推動所謂的生命教育的部分。那跟學校還有青年呢，你們也有在接觸嗎？有學校我們也是常在做。那是以一種所謂的巡迴教育的方式在做合作嗎？以前是，那現在我們就是要配合他們的計劃，那我們再跟他做協調，這樣。咁一部分我想問一下吳太哥，因為其實許多人嘅教育嘅同許多人嘅學教係冇共樣嘅，因為其實許多人嘅教育嘅無論看書所嘅話，其實一定算是做唔錯事情嗰個人。好，嗰時候你如果提人講啊，其實什麼樣嘅個重要？可是對嗰度調上啲落聲音嘅啦，無論同佢學教嗰度學生嚟講嘅話，能用一提人講什麼樣嘅價值，無論講什麼樣嘅尊嚴嘅部分咯。哦，一個講起來吼，完全兩個冇相同嘅。尤其是一個社會呢，同一個國中呢，又冇相同。國中嘅以上啊都上啊都過多，不過伊哋咧一個經驗嘛，咩伊哋咧想法吧，比我哋會超過幾多。嗰時我哋愛不時去收集一啲資料。對網絡上來看，伊哋挑帶嘅上碼嘅東西，啊唔愛佢哋講，咱講嘅過權多，冇貼離開嘅冇法度，伊哋冇法度接受啊！啊一個監獄嘅呢，因為伊哋講過快堂啊，也係有看過風浪嘅人啊，伊哋看碼嘅事情又個冇相同，也真的都。講開來都真是冇共樣喎，也真係有看過風浪，因為你提講嗰種現實咧，伊哋脫離嘅時候，伊哋可以感受到，好。但是對於用聲音嚟來講嘅話，伊哋真是完全唔知人哋在講乜嘅，然後同時伊哋要講人哋講用網絡的語彙啊，伊哋讓真正提講啊，你哋講嘅內容係乜嘅。可是剛剛我們的總幹事有提到，就是說，你後來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說我們的網絡的青少年的協談，是不是？那是一個大概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它是一個，比如說他的青少年網絡協談，就是像比如說現在目前他們不是就會有那種網絡成癮嗎？對，大部分都是那一個個案。那我就想說，因為現在總會有做，那我沒有幾個協會配，就是還沒有說完全跟他們合作這樣。那我有這個想法，就是盡量慢慢走向，也能夠協助我們的青少年網絡成癮的這個部分的協談工作。因為其實剛從今天的那個總幹事的說明裡面，我們就會發現說，其實屏東縣生命線的協會，它所要服務的項目啦，其實是非常的多元，然後你們的觸角也很大。
可是我一直有个问题，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就是说屏东县生命线协会，应该说我们以台湾的生命线协会的话，都是各自独立的单位，也要各自的裁员嘛。对。那以目前屏东县生命线协会的话的裁员的，应该说收入大部分是哪里来的啦？我们大部分都是来自，我们都招募会员啊、顾问啊，还有就是一般大众的捐款。那我们里监事也会协助啦。那我们大部分还是要用计划方案办活动，争取政府的补助，不然真的很困难。那现在目前最大困难就是社团太多，你筹措就非常困难。那因为我们生命线还不错，行销还有就我们做的还不错，在外面的知名度，那很多人的肯定。那每次我去筹措这个经费的时候，那一些民意代表看到我去，现在已经很熟了，都会讲总干事，我知道哦，我知道，那就是要给钱嘛哦。那但是我们还是每年都还是要去跟他们请用那个经费啦，你还是要写计划，没有就还是不行啦哦。那我记得我们刚去申请那个经费的时候，说实在，我很有一个想法，一直这样也是很辛苦。那我就想说，如果将来能够有规划一个网络社群，社会的社，群体的群哈，能够在社群网站这个地方点燃募款的活动，我相信能够让参与的人弹性变大，广度也幅度的上升，这是我想要做的。那尤其我们在明年113年，我们要承办全国生命线的全国联会，我需要很多的活动经费，我也能够在此盼望社会人士、有心的人士慷慨解囊，能够共襄盛举。明年113年，天顿时代进步以后，其他几多内统旅游会，几多协会啦，这些组织旅游会，但是同时嘛，把我的沙菲的资源给稀释掉了。对。那这一部分，我想请问一下大哥，因为其实，在您从社工一直到现在的志工，也待了10年了。那接下来呢？你对于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志工生涯里面，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来睇接天花总监啦，来发现到可能社会的变迁啦，更加越来越多嘅躁郁症、忧郁症的人会打电话入来。大部分一方面我哋喺講到心理，我哋希望呢，睇一個醫學一方面，精神呢醫學一方面呢有所長進，嗰種係希望將來一個協會可以請一個醫學嘅精神科嘅一個醫生啊，去同我哋上課啊，一個講一個過程入邊嘅，你不是大腦嘅世界，有嘅個一個過程嘅問題呢，我哋有時間，應該有部分都一個性心理嘅問題，嗰度人接到一個電話時間，我唔係樣嘅，尤其是社會志工，我唔係樣嘅，想可以回答一個有關性心理一方面嘅問題。嗰陣我希望可能將來合肥屯一個大學啊，有一個相關嘅學系啊來合作啊，請教書啊，一個醫生來同我哋講法，對人嘅學生呢，我哋練習對話啊，提升我哋嘅服務品質，增加我哋嘅素質，要嚟學習。按照談方來吼，其實相比我哋嗰早期嘅一個接天花嘅內容地方，我發現到講，這是天頓時代嘅進步吼，無論講提供服務越來越多年以後，其實問題嘅內容已經改變咧。早期我哋
更多的是亲子问题，嗯家庭的问题、教育的问题、隔代的问题。但是因为呀，中文问题更加更多的单位例如去提供协助的家庭辅助中心可是都边边的慢层，我哋更加社会地步的文明病，譬如讲焦虑症、忧郁，甚至讲我哋讲。不管是性成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好多更加的文明的社会里边，慢慢的会变成问题的时间变成，也是因为一种问题有时间，许多医院的可能问是药的，但是药的有东西又唔好食、唔相食，甚至讲性成瘾或者是性心理的问题的，其实一部分的东西有东西又不便于启齿，又唔可以潜心上。嗰種可能什麼樣先都變成一人唯一可以去打電話去問的地方，嗰種變成讓我去停頓時代嘅進步，去學習到更加可能大部分會面臨的問題，係喺不做志工的訓練裡邊，希望可以改變。那剛剛我們的師兄大概有提到，就是說真的是志工的一個服務，也是除了要與時俱進之外，它的一個受訓的內容也要跟得上我們時代的一個轉變。那總幹事這裡呢，對於未來有什麼樣的打算？你說整個生命線？對，是。我希望因為其實現在是老人社會，越來會更嚴重。我經常參與這樣一個身心健康促進推動的這個部分，我很擔心社區老人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那我們目前比較重視就是身心健康的議題，其實自殺議題更威脅整個生存的部分。那如果從這個部分，我的想法，必須要加強我們的服務職能，還有就是不但加強服務職能，還改變服務方式。所以呢，我就一直想說，將來一定要成立專業團隊，擴大我們的服務層面，然後呢，積極推動，把社區我們那種情緒轉運站。我會成立一個情緒轉運站，深入社區服務，然後幫助社區。那因為基於場地不足、人力不足，還有經費不足，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就沒有辦法很快去執行。那如果有的話，因為我曾經也跟政府建議過這樣的一個事情，能不能把社區的活動中心能夠開放給我們社區的民眾，1個禮拜5天，然後安排一些休閒娛樂活動，讓我們的老人能夠有一個休閒的場所，這樣呢，我們才能夠配合，很快來執行我這樣的一個計劃。長期以來，什麼樣先一直係我哋社會歸重要位的支持的力量。當然，更加我哋的什麼樣先，以希望他人的支持的時間，我哋嘛盡量的去支持一點。今天非常感謝兩位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分享生命線的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休息下喎，得聽下咱現場來共我運動哦。我看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